早晨，乜咁啱嘅晨運啊？早晨，係啊，拉下手，拉下筋咁咯。有冇留意三 I Atlas 呢單嘢？個名咁型嘅，係咪韓國跳唱女團嚟㗎？三 I Atlas 係地球有紀錄以嚟第3個從太陽系外進入太陽系嘅彗星。美國有理論物理學家認為呢嚿嘢有30到40%概率係外星人太空船。霍金話外星人如果嚟到地球，一定係不懷好意。係咩？咁你有冇睇美軍無人機向 UFO 發射地獄火飛彈嗰單嘢啊？唔係啩？外星人咁高科技，點會俾地球嘅飛彈擊中㗎？咁都唔出奇嘅，你有時都會俾蚊咬啦。不過支飛彈嘅威力，睇嚟對外星人嚟講呢，就連蚊都不如咯，不痛不癢。因為支飛彈只係擊中目標 UFO， 但係俾外星技術抑制咗，飛彈並冇爆炸。UFO 彈開咗支飛彈就算，完全冇反擊動作。咁外星人嚟到地球，又冇申請，又冇 passport， 係非法入境啊嘛？如果你個鄰居經過你屋企門口，咁又係唔係非法入境呢？我個鄰居又唔係外星人咯。你鄰居可能覺得你係外星人呢？咁我係外星人，咁佢係咩人啊？好大機會係客家人。車係學老人唔得咩？你中意啦。重點係當佢行過你門口，你會唔會攞把刀出去斬佢啊？我雖然係蠢，不過唔係癲嘅。咪就係咯。依家仲要係你射完飛彈，人哋完全冇事，兼且冇反擊，然後默默咁飛走，都費事同你嘈。你竟然話人哋不懷好意啊？唔係我話，係霍金話佢哋不懷好意。呢單嘢正確嚟講呢，係你聽完霍金話佢哋不懷好意，就跟住話人哋不懷好意，你完全都冇思考過嘅。會唔會係霍金冇思考過就話人哋不懷好意呢？霍金冇思考過呢個咁大膽嘅假設，都可謂暮鼓晨鐘，震古霍金。佢身患漸凍症，簡稱 ALS。佢每日每分每秒，除咗思考，應該都冇咩其他嘢可以做到。是鬼淡啦 ，whatever 啦 ，who care 啦。Who care 就錯啦，係 who cares。